瞧你这话说的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今天早上坐着看了一早上的报纸，顺便送你，活动筋骨啊。好吧。云总你好。哎，你老宋呢？宋老生病请假了，这2天我给云总裁开车。我叫小鱼。他怎么没跟我请假？得什么病？要紧吗？不碍事，感冒。感冒？以前发烧都来接您的，从来都没有这样过。哎呀，今天第一天上班，咱们抓紧时间，好吧？来。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？都已经办妥了，夏马威一定给足了。好，咱们就静候佳音吧。好。哎，这总裁第一天上班就迟到，可不是。好。爸，说实话，您真的对我上任做总裁那么放心吗？我云顶的女儿，差不了，还担心什么？可我还是紧张，害怕出错。以后要负责公司那么多人，我害怕因为我的一个错误决策影响了公司。上任第一天紧张是正常的，等什么都按部就班了，感觉慢慢能找回来的。哎，司机啊，建设路过了吗？我记得是刚才那个路口拐弯，怎么今天绕道吗？对呀，我觉得好像也是走错路了。司机啊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赶快转回去！停车！爸呢？你别怕，千万别出去，记住啊！你听见吗？爸，你要干嘛？你也不能下去。你记着，不要出去。爸，爸，爸。别打了！어이, 우리 마누라랑 장인 건드리면 되겠냐? 어?
好久不见了，于叔叔。爸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彤彤，你看看，这是谁呀？段飞，改口吧，我是你老公。什么老公？你神经病吧？我救了你一命，你没谢我，还骂我神经病啊！你这是什么头发？结婚以后染回来。结什么婚？你有病吧你？是我有病，竟然答应跟你结婚。谁要跟你结婚啊？爸，咱们去医院吧。爸，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会查清楚的。东东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人我已经给你选了，就是那个段飞。一会儿你去民政局登记吧。爸，你让我结婚？是的。